好，同心协力没烦恼，服务接待以环保，尽心尽力全力卯，运助人作真奇妙，真诚实意齐助导，大会成功请年高，谢谢各位全体请起立。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。宋国生。没有。哦，那个状元帽呢？3点快点来报什么？他有引导哦。这样哦。全体行1公里，1鞠躬。礼盆，感谢大家，请大家看走。我们也请我们的辅导人员跟小状元，那还有奖状，如果没有对的话，请到这边来换回正确。中华民国101年12月16号，今天的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、大小朋友的莅临指导与参与，今天的会场人员满哦。台南最新的读经教育呢，也即将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。但愿我们的读经教育都能够代代相传。我们仅代表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跟承办单位感谢大家，谢谢，祝你们平安，我们下一届再见。谢谢你们的参与。珍重再见。奖状如果有问题的小朋友，请我们辅导志工会诊完之后呢，送到我们舞台左侧准备区。奖状如果有问题，请我们辅导志工会诊完之后送到我们舞台的准备区。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留下来跟与会的贵宾大合照。所有的工作人员留下来，我们要大合照。奖状处呢会寄送我们所有的这个名单，还有我们读经班老师的手上。我们奖状处理好之后呢，会寄送到我们各个单位以及读经班老师的手上呢，会再分发给我们。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这边会审完、整理完、改良之后呢，会在这时间内呢，会送到我们各个单位以及读经班的老师手上。所有的工作人员服务证明如果有错误的话，或是有缺失的话，请我们组长会审完之后呢，报给我们大会的这个信箱。会审完再报给我们大会的信箱。我们请所有的工